呀，各位聽眾，本嚟這禮拜要講幾個數嘅，特別呢冇人來，頂住佢一陣講就幾個數就驚咧，數有搞人唔夾嚟講幾個數記了。頂住禮拜嚇到人嘅就是，唔是頂住禮拜頂到講幾個數嚇到人就是你微微娃娃嘅聲咯，啦，然後呢，OK，特別這裡微微娃娃嘅喎，係咪嘅？你做啲聲，你幫你買做咩咯？你幫你買啊？哦，我冚一個叻嘅喎，你冚乜咩？誒，但你驚啊？但你驚我冚去 hang out 咯啊？是我個飛風到點樣啊？嗰隻冇聲啊！對呀，係，等我 try 佢看。哎呀，start 了喎！特別我先介紹我嘅變性，我嘅變嗰時我老趙咧落地管到對嚟啊，落地管派時講到第禮拜講特別表緊嘅，往成咧一轉一轉嘅，一轉風一轉雨。然後當風雨即係第六件。然後看下第六件。我們講有人講哇，蝦米蘇邊我見弟弟上人嘅。啊，是特別是你看咧 ，because 佢就是一轉風一轉雨，人嚟講攰啊，攰耍，然後咧個別人先人過嚟講看嘛。然後就是講你我冇查嘅，只是你讓 sign up 嘅嘛。但是講我 post 去到 website 時，讓就有 time 嚟 recording 嘅人咪是嚟咯，冇 time recording 嘅人咪是等辦到夠機會時個嚟咯，唔要緊嘅。第六件未對嚟所以嚇，人就會講，人即禮拜話第時實講，但我未講幾個數嘅，所以冇人會 join 啊嘛，所以話就以特別話就去學堂啊，你講咩？我哋講。對嚟啊，第六件。對啊。歹勢，人哋算咧，做咩數啲對？啊，別講幾個數，數成對幾道。你嘅即個無夠，等會死啊！你 streaming 唔知啊，即邊嘅間隔世間嘅一班。bandwidth exceeded 啦，貴杯啊嘛。個，攞有 bandwidth 嘅 limit 嘅咩？有啦，馬來西亞世界100嚟最歹嘅，service provider 有通擺嘅。咱唔是，咱有 WiMax 未？有啦。WiMax 特別有咧無嘅。WiMax 是特別再多隻公司出 WiMax。B1。baru start launch 嘅喎。哦，baru start 呢。start 了，到吉隆坡有。start 了咩？我唔知喎。你到邊邊啊？即大陸間都是邊邊啊？對啊，到邊邊啊？哦，到邊邊得吉隆坡特別。我是唔知啦，我都冇。哇！我是到浪妹啊。浪妹，แล้ว當見下，咱講即係咱講學堂嘅物件，咱講學堂內面嘅物件啦。誒，等陣出微本學堂嘅物件，即係落地講都睇 remove 嘅。冇。嗱，我學堂冇 remove 嘅我時代。嗱講學堂真係啊。冇 remove 嘅我時代。咱係咪講中學還是講咩？哦，是教了咩使？我是凊彩啦，中學啦，凊彩啦，凊彩啊！我咪講咩啊？我第見學堂第見嘅物件，攞即係你想到學堂裏面第見嘅即係為什麼物件呢？到位呢？到到位啊！再見。全版掉，我們就想着學堂嘅再見就係你哦。嚇！佢真係就係啲煙梅係咪個了？阿望望了個物件上阿望去破個了係嘛？真係老嘢啊！你看每一下，如果成日你就係看每一下，如果成日關一個暗處，你看無火無乜行嘅。對。咪你係舊家進步啦，我是唔知啦，就係個冇啲就等了。即係真正你719個講未準，719是唔是劍虎到底？劍虎嚟掉，一是劍虎嘅。OK，繼續嚟啊！我話 call 到啲，呢買係亂呢定 built in 嘅。anal my app， 同埋講 inter anal， 等等，你自己聽下。ringing 嘅 inter anal mic， 快嘢聲。伊麥會插入 inter anal 嘅嘛？係咪麥不表查慘啊？冇，講伊麥是 internal。誒，安怎伊？嗱我 follow 你個冇通。個咩？個鼻不啦？Please wait。幾歲安怎未曉嘅？
busy。OK，確定呢個叫到對話攏搞注意看咧，錄講入面。然後 OK，咱到對咱講到對咱等誒物件。啲等嘅砧板，等嘅砧板是佢食對規列，等入面第一件嘅地方就是砧板咧。砧板。攏幫曬啊，攏去幫曬幫住。我頂到我其實我就朋友。你幫住冇冇啊？幫住有啦，幫住不要緊啊。幫住你使去徛咧浪教嘅啊。因為我未了即係你當然你先你頂到你講嘅你先嘅隻 blog 啊，伊嘅先嘅 blog 有先嘅砧板在經哦。多謝先嘅 blog。哦。你當讀嘅嘢嚇，你小英嘅嘢，你先嘅 blog 有在經砧板嘅，然後過去在經砧板啦。冇啊？有啊。有。先嘅砧板咪是加前期咯。先40對頁啦。一對嘢啊！先嘅砧板應該是加前期。那你一路來讀掉等時咪？你個等是到到位？你講台灣哪等啊？Scotland。Scotland？到這個？人講就啦 ，Scotland 人就知啊嘛。我唔知喎，你會落地講下知啊？只話你Union 嘅適合。Scotland，是講對面未解釋嘅。嚇，對面未解釋咩？冇啦，唔是啊啦。我話你買雪尼嗰啲位。Masjid Negeri 是我談講嘅呀。對。S 頭嘅 SH， 然後 Z 下面嘟。古仔人講啊，邊等阿伯冇貴嘅就嗰啲。呀，你捌看過啊？冇啦，我就唔介意啊，邊都叫我呢個。我成走成，冇啦！我講嚟幾個數都聽啦，都聽係咪驚？我覺得大概呢些嗬是雲南嘅字，然後伊人講唔知有一名是有一人死去，然後伊人受水嘛，雲南就是個受水。我等拍下你劍湖嶺啊，劍湖嶺，湯啊未係攞劍湖嶺。冇噶啦，叫佢冚路更啦。佢冚到講啦，伊無 accept line 無 stable。我看伊度通啊，是講伊無聲咧。通嘅咩？我 screen 看了，對 call in progress。call in progress 應該是通啊啦，但是伊咪插無掉坑。internal 你講？哎呀，咩那白單啦？對啦，我嘅數安尼知道。OK，你一時，我冚下，你一時。你講你等下。แล้ว就係唔知計節是有一個人混啊，跟我講，伊講伊做功課做一半吼，有一個人行過一趟啦，佢講嗨一聲咋，แล้ว計節嘛就去伊個再講，迄人已經是過世了誒。是係。แล้ว嗰一項機嗰一項機怪咧，我是講伊住喺三樓位。伊住喺三樓藤鴨鋪過啊。一部下嗰隻，伊像上起時嗰隻車鏡嚟走，你去問人咯。我這個人是安怎咧？係一嚟就講伊是點死去了。點受水死嘅啊？係咪啊？人雲南就係個走受水嘛。然後唔知走，人 exercise 要去走受水，要條件點落去，腳嘛就係個垂吊呢，係你人嚇。然後 I don't know。你到啲你等嘅，你等但是無上我等，無上嘅幾個告訴佢嘛？你就係啦，等陣我俾叫佢哋執證件講，有但係講有伊啊等，唔係講但係件啦，咱講係咪讀到啦？還是講你聽翻你 episode 在。特別要緊，咱講你當讀啦，等你講羅種嘅幾叫你執證件是係咪？Hale Maggi Mika hale Japanese hale Jepuna Abia Jepuna係冰Jepuna係冰Jepuna係冰，真係比較講學嘅話
無安尼會曉啦。你做全部講會啊。啊，誒，別見到你 black，你連舌，你聽邊啲學嘅人都教啊，不得。你是唔是落地管逼你聽邊啲學嘅人啊？無啦，伊叫我聽啦，伊有講嘛，我恁叫我 download 來聽。啊，我頭擺就是該叫你冇必要講，叫我人講。伊係咪人啦？那一些安尼上落地關呢？一是落地管的朋友。啊，朋友，那侬想嘅我係麥想嘛，哎呦，我係麥想嘛，想一個啊。無咯，你落地關朋友成日就耍坑講話，你講話就拍落講緊多少？啊對，落地關的寫只包夫，只包的夫啊，你朋友成日就俾耍坑你講話，你朋友這間會。伊朋友咪做十正經嘅成日講。嚇！幾禮拜幾禮嘛？十哩，你一時慘啊！伊十正經是十哩，唔是啊你十。十。哦，十你十，你真係十，即係這種嘅十，一至30個字別搞十。OK， continue。即係你個 phone 玩咧，之前。你劍湖免講，不知能connect 好時啊時間講你等陣我講咩啊？對，你人會記等陣或者就講就落地關，你講等物件你講咩咧？講起係咪物件唔會使講講起等咩啊？我咪講話我等是一個呀，我一世人未記嘅經驗啊。哈，好，都是一中學啊。我中學。我 form 3嘅時候，我係校長到你做會會啊，做會是阿莫西人，按照講 assembly，伊教人講你讓特別做人咧，我特別想看到蝦米事，特別講出來嘛，為了公平啊，這世界，所以有時我嘛聽嘛，話伊講啊，安尼有涵啊聽，我咪是感覺到這世界是公平嘅哦，細漢時，แล้ว有一道嘅時，我看到是防快囡仔，伊啲近點位，開阿你成都了夾水，แล้ว走出來無互類，แล้ว阿你近點安啲講伊，แล้ว伊就無管係走個正緊啊，แล้ว我看到伊嘛，我知伊是蝦樣嘛，我唔捌伊啦，我係認伊，แล้ว我看到即แล้ว我嘛感覺到我應該去報伊哦。對。แล้ว我一道去伊是到阿你近點只物件位走出來，แล้ว走去伊是體育節一運動了，แล้ว伊走入邊，แล้ว我去係伊運動先生講，我看到女學生穿條衫是 Aquarium Society 嘅衫，女學生伊頭近點水啊走出來，我計講，我計先生講，แล้ว伊先生OK啊，伊講。伊會去 check 啊，แล้ว過後時哦，我嘛上久無事咯，我講啊過後，因會曉家己去處理啊嘛，แล้ว過後時我recess 時放假時，我嘛去食物件哦，แล้ว風險哦，我感覺到阿你樣規堆人，哈你頭阿你水人就衝過來位，一頭夾一碗粿條湯，淋我身軀做。哇！哇！yang kasi 5個人塞來塞去嘛，5個人塞來塞去後kasi 哎呀無小心拍到啊，แล้ว攬過嚟幾條湯到我身軀，啲幾條湯我放個真正濟番椒誒。哎呦，這樣是雜整啊！我徛起來咯，我就徛起來咯，แล้ว看到伊，แล้วยัง就規部過來你走去了，แล้ว我係真嘛，ยัง是係你。我看到伊偷物件人嘅嘛，樣是讀壓色啦，暖啊，OK，我知係咩辦嘅，แล้ว我朋友會真樣嘅แล้ว我嘛是到去阿你 discipline 嘅位哦，去鬥哦，講這人做啊呢，淋我呢啊，แล้ว樣講樣去 check 哦，แล้ว我嘛對去咯，我是到對厝換衫哦。冇啊！我有輪甲幫我啊，แล้วยัง有照條衫好啦。你冇本哦，掉本哦。冇小塊硬嘅啦，講只冇講正解啦，特別解本啦。แล้ว佢有時我對住咯，佢就對
回來你無頭塞到啲過去，可能掉架了。我冇看到誒，我冇看到誒，我冇看到誒，我朋友看到誒，因為一啲我後輩嘛，我乜嚟看到。我朋友看到了，過有時這數。我知道伊會報銷我啦，伊防快會護理我防處啊。哦。แล้ว你講咩？แล้วยังก็冇。自己講咩？點啊？電腦機講咩？我講兵防處報防快。哦嚇，對。是壓你 glass。冇嘛，就是講這世界是公平嘅嘛，是我感覺到。對。OK。這數伊唔是假是的話啦，這世界是無公平嘅個數啊。你無讀你冇記數。了，你去報告 discipline 嚇。我爸正起行哦，特別我人是無關意啦，我是希望 discipline 會做那麼數啦。了過後是第二節，我個仔伊個仔嚟找我了，我行了時我行落。一個微博一看無人咧，一對了我一人伊一人啊，我無驚伊啦。然後伊上了我插笑伊，我只有驚啲啦。看伊做我是等掉伊動我呢，伊動我是就可以去啊。我未使出手聲嘛。แล้ว伊無講只，伊新呀，我是都多謝。快樣本啦，是冇意思，it's going to be my sport class 啊，講小心兩步，你講你小心。แล้ว我插小伊就行，แล้ว我再去報，講嗱一對了啊，我再去報，แล้วdiscipline 無交無你個無做啲半行咋，個無做啲半行咋，應該是แล้วactually discipline 先生在，特別有一個人報掉伊，就是我人嘅assistant headmaster，伊是。副校長，伊名叫美地科。係咪人嚟？我名。美地科。伊名是叫美地嘛，แล้ว阿毛，所以我上輩嘛美地科。了。唔係講一個聲啫，冇聽啊。插笑伊啊，伊明明是做好似最多被報銷。我等有啊，我無隨報銷，要隨一報銷，講笑。哎呦，แล้ว個有時，我就甲 discipline 講，แล้ว discipline 就派我班嘅係咧monitor 啊，班長啊，แล้ว甲講伊去到咯，你唔對了伊咯，加一個人有一個正人係咪數，會到甲少掉伊嘛，安尼哦，แล้ว個有時。佢袂煞，我爸就來，因為伊完全無做了幫對伊。แล้ว我爸就來哦，甲伊 discipline 講咯，伊 discipline 講毋是我人歹做，你 discipline 先生是真好誒，真好誒，伊真正袂做誒，特別你美地課會補伊，因為你美地課，你知伊這囡仔哦，伊真懶誒，真懶誒，袂讀冊哦，直直做歹事，真濟 case 誒，特別伊老爸是 lawyer 誒。律師ไว้แล้วทำมิสูเนี่ยอีมาโฟโนลูอีมากับลูกกองล้อ咯搞แล้วกองทำมีลูทำมีอีลูเซตเตอร์อีมาโดนเนี่ยจะปิดลุยเขาลูกขี้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บทำมีกุยแล้วอันนี้เบจงบอกมาโบเบฝักอีมาจะออไม่ล่ะแล้ว外爸教你邊更加制度是係你副校長是你美地課是為了係你人啊嘛。這是副校長，唔是副嘅，唔是 discipline 嘅人係，唔是 discipline 嘅人。不過我知講冇上人，特別唔是你是副校長是美地課是唔是唔是副嘅 discipline master 係唔是啊？唔是 discipline master 啊，伊是副校長 discipline master 嘛。對，OK，我明白啊。補掉伊嘛，伊要趁咁多類嚇。咁其實當伊嘛嚇。แล้ววายป้ามาเบสอันนี้ก่อนใจเดียวอีมาคิดตอกี้ช่วยอะไรบีเด็กขอแล้ววายป้ามามุยแล้วอีกองเจมีแกว่างเบจงมามีทัวแกซี่วายป้าสิ做人事部嘅嘛แล้วอีกวันสิเดียวกับ人嘅แล้วอีสาวไก่講咯如果อันนี้ก่อน明明就是我無報嘛但係你頭潮啊我
我好你这属 settle 位，这里你这人做啊，已經啊，安尼款，然後伊就講唔知咩鬼，解釋了，dragging his feet 啦，我講，แล้ว一頭我爸一頭講，伊活到頂，嘣一聲，講了伊甲伊講，你講安尼嗬 ，OK， 你講 OK， 我把你現掉去canteen，夾咗幾條湯過來，攬到你成。如果啲白羊我覺得差唔多石羊。了啊，你安尼做啊，我把手，แล้ว一手叫伊，技術驚，แล้ว一手驚噶走出嚟門嘢，講講啊，了，我俾叫你發件落地經啊，你發是落地昂啊，你是落地錢。佢即係人是難食小嘅人嚟嘛，即是安尼明明就是伊諗話，甲了人就是看到，แล้ว如果無法醫，這是啥物道理？這是對，無道理是拗板啊，拗板。對，你無做出，你無法醫，就是講你喺這學堂內邊，你是做安款嘅物件是無錯嘅對。對。搞。你特別法醫嘛？對。是這物件 ，especially 你就是講到落唔好，等唔好到落，你做到 politics 然後呢物件就寫坎坷咧。伊是有人就講我把住啊，這邊 connect， 那邊 connect 啫嚇，然後 OK 無事我咪點咪講那款，แล้วเป็น做無法，其實有人發，有人無發那款啊。是，我答你了不要做啊？แล้ว後尾時我爸。啊！你啲老師 try 做啊，แล้ว佢有時無法掉去半行，因為伊老闆唔知講咩來啊，咩學堂，我爸本講唔要緊啊，我人咪去吹啊，咪吹數，咪吹數，แล้ว我爸佢講叫伊來講 shake hand，แล้ว我人白 shake hand 講無數啊。哦，然後佢啷個解決佢啦。對，我人解決。要緊是你，當然亂本是咪去，就係講去報銷啊，是咪都是要緊佢問嚟靠 continue 嚟插小插屁就對啦。但咪講做一個咪做數一個 enemy 啊，一個敵人啊，自私人，啲物件無可以啊嘛。特別這事唔知嘛，成有時阿兜往出來社會會拄到嘅嘛，咪個在做簽落去啦。特別未講啊，阿斗，若是我開公司，伊做我嘅工人，我唔是好意思嘅。路頂，阿魯都被扣啊了，阿魯都被扣啊了，你講點？特別有可能，我未解講，我無安尼早解講我是古早下你魯布里人，因為伊唔知我嘅名，特別我知伊嘅名。哦。我知伊老闆是啥名，我知伊大到咯。伊啲英國讀冊吧，你讀 law 個，即係爛驚。哦。你是讀 law 咩？你唔係做頭家？未講嘅。未講即係物件，我講有可能讀未成嘅，伊安尼讀冊未用嘅，硬叫你。啊，你是買出來，我都講。係成驚，明明伊驚做數啊，過去做完翻嚟數。即係叫你佔嘅嚇。係啦。佔入水。對。誒，你講，人到你講嘅，那是我改做工。係咪嘅？那是我改做安怎啊？特別伊都唔知是你啊。伊唔知我啥名啦。特別係人裏邊呢個，特別未講，有可能伊出來社會做工，成功無成功，冇好，有可能伊無。伊個特別未講啊，我是講 maybe 伊家己經驗過啊，是啦，實就講一般很多人是無理由嘅，所以有可能變咗好嘢。係啦，未想我唔知啦。係病你嘛？你應該記你先，你未病嘅。特別放較開淡薄落啲嘅話。係咯。我自私人是冇可能未記得。特別你冇可能袂記是，恁是冇可能袂記。特別我同你講，because 你個少年個，你個幾幾年入面你對慢慢過。誒你 relatively 啦，你邊個嚟 Form 3吧是5年係5年整嘅對。對哦 ，Form 3咪是5年整啊？對你嚟講，然後
所以講你整嘅代志嚟講，對你20幾歲人是真淡薄呢。你若是隔幾年嚟講，你隔10年講，你10年都未記啊！你到時你是基本好，你成日冰對去笑，然後你都未記嘅咧，你笑去啊。特別你個少年家啦，你血氣方剛。你啊，等日我咪特別，你們是熟悉，你做我們是你比較唔是講你老闆嘛，是別人老闆嘛，對，是講你若是家己未放棄呢，你激掉是家己激掉咧，有可能即個爛鏡未記個頭尾未記個刷下咯，呢度等是什麼是 blur 呢？冇啦，我冇講激啦。我無講真極啦，特別我會記這條數哦。啊，騎了啦，你想到都是極啊嘛。冇啦，放未出。傷心啊是真聽，特別我講話是成真激動啊呢，這是我講話嘅 style 特別。steady 我嘅 steady。呢隻大地成就邊個咧？咪叫玫瑰，咩咩嚇十正經。誒，等陣我會介紹啦，我個另外一個邊嚟啊，就是啊，咱咪是當今學生㗎啦咯，咱咪請一個先生嚟同人講，啊等你咪講。哇，先生嚇，一講。歡迎先生。老師晚安。早安。先生歡迎。早安，早安。歡迎。你先生會吹安，早安。吉利娃娃來好。吉利娃娃啦！哎呦，吉利娃娃是先生嘛？吹安啦，我是講早安，我定到是遲啲醒你咯，我講哦，幾歲？有啦，得起來嘅。你即係我未落地關。我聽到，我跟你講，我聽個神咧，有當時啊，叫人講下你們不用啊，做聲。神咧。點頭嘢啦！我一個先生本無，我一個先生就係講阿郎一條點點的嘢，即嚟啊！แล้ว我ไม่มีโรตีกวน你讀冊是 because โรตีกวน係細漢，โรตีกวน你讀冊是你 school still 有等我做呢起立行禮哦。有啊？我咪做冇。啊，你這年啊，有那八年呀？這就愛有嘅嘛。跨先生曖昧呢？這是應該啦，這物件因為想往尊敬先生嘛。咁你無這類事嘅時，無徛起來甲老師像安尼話，你阿斗有真濟物件，你本是袂尊敬伊嘅。對。但就無威嚴去嘅。特別，你讓 feel 到有效無效呢？即徛起來，即個徛起來。個李先生，你看行咧是有到底是做熟咧？你學生本是未熟嘅先生，本是叫佢你係看你人做 train student 咯。你笑我而家啊，當我看到人在 train， 你行咧白面熟樣啊！我係日本嘅啦，COO 有效啦。If you from COO train 起呢嘛。咪有效咯。如果等個 secondary school 就冇。我感覺到咱嘅等我嚟先係等教者這物件嚇，伊無講互你聽理由做咩事你做呢？嚇你物件，係教你講你特別安尼呢，你特別安尼，你特別安尼，你無講你講做咩事你特別安尼，我就感覺佢哋講，對，那時你細漢了，細漢到啲小學會起嚇，你講你徛起來起立行禮是為咗 respect，你教你 educate 你教你嘅先生嚇，所以咪當你大漢嘅時做時無成日講無理無由，你可能徛起來咧做乜嘅線咧，可能啊，對，你知啦，徛起來時就咁樣就會死。我感覺就講啊。比如話，我感覺就講有當時無意思嘅咯，基本是感覺就講啊無意思嘅。叫個把戲啊嘛，because respect 啊，嗬，唔是講 just 起立行禮了嘛，唔是 from 佢本本嘅。但是你特別解講啦，你突然間解樣較深淡薄講，你起立行禮是一種嘅辦法嚟 respect 你先生。冇樣嘅啦，你到這邊起立行禮啦。特別我哋講，我等你歸落那時啊。我哋講咩？歸落我講，你講起立行禮是尊敬老師，伊就國家無尊敬你啊，因為一個人互人尊敬，唔是叫人
尊敬伊嘅，是人 automatically 家己尊敬。是。特別這是 part of the culture 啦，成日之類。嗱，都講下遲啲成年啦。一人講，等陣，落地講啦先，落地講，嗱我做先生，電腦又嚟説亂，電腦。誒，白刀啊！你做一個禮拜去，白刀邊咧學見嘅時候，就俾遲啲成年咪咕就。咪咕食飽了未？等陣下課時，下課時要。拜。咱感謝咪咕，咱感謝咪咕。下課時咪落地講你講。啊！落地講你講咪下課時。了時等陣下課時了時，我就俾徛起來。感謝咪，免讓少女起來啊！或者我等於是請我食，我咪尊敬我咧，就是請我食對嘢。我咪咪你大媽落地講，你講下咪教咗物件，你講起來。我講啥？你徛起來，教師講是part of the culture啊。你感覺到伊啥？這就是無咪用啊，啥假啦，特別啥。伊是 part of 一個啥？你檢下迄個物件，有可能影響到另外一個物件，本是無。我可能是 outwardly expose， I mean， 伊是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respect 啦。私人都講下福建話。有安尼簽嘅。我是講，即是你尊敬先生嘅外口嚟代表，用外口嘅辦法嚟代表，但係是用做出來嘅代表啦。because 你嚟說你尊敬這先生嚟講，你免講話，你唔使尊敬伊嘛對。是講你特別外口，我是 feel 到外口做出來 express outwardly，到底外口嘅 express 出來，物件唔是真 important， 真重要嘅。Because sometimes 你講一個遲啲成年嗬，伊到班嚟員你講做啦，你有陣時你過浪嘅時候嗬，就係講行過啊咩事啊嗬，伊看到路啊，伊無踩路嘅喎，啲 student，所以變做我感覺我是嘅，你知有先。比如話你是家長，我是小，我是你甲你講一個物件是你去會試啦，你會知係物件咩？所以第要緊是講你要教人。這個物件先學起來，要做這個物件，佢嚟講蝦米數嘛？你也未做嚟講，你講一大堆物件，伊都燒未掉，佢真係囡仔講嘅嘛。當然 the problem is 12歲了嘅 student 嘛。就是我話啲，我唔知我拉薩講細漢到大漢條，你講你 ，I don't think 囡仔未曉聽你話，I think 囡仔你特別 continue 咁樣講樣嘅 time， 樣 accept 嘅 time 無相嘅，所以你就是到 continue 咁樣講嚟講 ，at least 人嘅 absorb 掉咯 ，hopefully 我唔知啊。比如話我媽教你解講，係咪數人看到你無猜路？我古早我看先生，我唔是渣嘅。Because 你先生是係咪數你？冇數，誒，你看先生成日只腳看到先生咯，因為我看啊。我唔係個笑，唔是講先生。即係太細，係咪唔知啦？我唔了解你講。對咯，我感覺是冇 respect 咯啊，伊唔是冇 respect，你咪小歪去。伊未甲你做朋友啫哦，伊未甲你做朋友，所以伊唔敢叫你啫哦。特別佢講冇相，有一個物件無相是當人切嘅囡仔，甲阿嬤切囡仔無相嘅。我咧當人切囡仔吼，甲老師有一道嘅路直接遠，計畫掉，伊人阿嬤切無相嘅，凊彩嗨安尼款啦，都安尼款，甲凊彩講我哋嘢隻物件。特別有可能是看你先生愛啊咩，有我看有你先生每時暑假安尼款，你問甲我講話咯，平常時我甲你講我是講。有你先生咩先嚟咯？誒，我colleague啊安尼喎，伊成日講愛甲學生保持一個距離，我無嘅喎。我感覺就講甲學生嗰隻笑啊個爽嘛。成件事 just now 我就是有party 甲 student 咯，我係6年級嘅 student，但係我換去啊 today。係啦。你做隻笑嘛爽嘛。特別成 serious 嘅時你未 serious 啊，笑時會使笑啦。對啦嚇，安尼咯，就是哦，我感覺到 that student 會更加暑假錄嘅咧，你講下，你講嘅話，伊會更加會聽，我變做。少，樣，即係看你先生嘅辦法，本來我看特別我是啦，收我人頂到呢是先生會喊上較大咧，當今先生喊上無咩有其他人無咩 respect 先生而家當今咯。respect parents，even parents 嘛無 respect。對 respect，parents 當今 parents 無 respect。伊波抓都嘛在。哎呦，坎坷咯，你個唔
係。是講咱未使講自己手手受嘅了本啊，你就為你先生是成個若是講你拄着成個，但係你講咩未的確啊？伊若是講你係講你辦，安尼講你先生嚟講，本是全部抄正本啊，對，老實講，咱無我唔知講啦，即是一人告訴咱咪講一個情緒死嘅啦，先生本身咧是講咱是講為但係咱講聽到你老條講嘅告訴入面咧，你實在講你。咱到落地關嘅方面嚟看，你先生算是無好啦。我唔知伊家己後尾有別項物件理由啊，啥物咱唔知啦嗬。咱是對一方面嚟看，是講咱下一種嘅先生咧，就是做互人被 respect 本啊。特別我是 feel 到較濟人被 respect 先生，唔是 because of 呢理由就，咱是被 respect 先生咧是有隻濟 parents 是成個講養仔個了嘅就，我就厲害啊！所以你都要教我驚，安怎你盲動我驚呢係咪就？補個上去啦。補個上應該就補。誒嗱，第三個嘅，第三個 student 講啊。係咪嘅？你講。你個 student 講。我第三個 student 講 ，if 你 parents 你感覺到講誒厲害過我嚟講，你可能缺對處。甲你 parents 講，so 我 parents 啊無嚟亂嘅，because sometimes 我就是愛揾嘅關係喊嚟講一句話咧嗬，所以你 parents 嘅就係講啊，安怎去 ，I mean 講依家別人嚟亂咯，安尼款咯嚇。我家家講嘅話，sometimes 就是我有講啊嚇，知安尼款嘅代志我唔通嚟隨話嚇，隨話嚟講叫你 parents 教。啊！叫你 parents 自己教，無我嘅電腦喺度面頭前，叫你 parents 自己説，安尼講。無咯，我嘛負責事啊，我先識不隔你咯。歹勢啊，你嘅電腦説伊面關係。這是較古。你當嘅 parents 是安尼款講，特別説掉就是嚟隨你嘅喎，笑嘅當嘅 parents 安尼啊。你無想啊，無想了誒，一人同佢較心痛了嘛，拍啲淡薄了嗬，一把就嚟隨你啦，係驚咪輸啦。你但係冇電腦咧，電腦你頭尾嗰樣嘢冇備啊電腦，負責電腦對。當然是咩愛心教育嘛，愛心教育冇藤邊教育呀。我會問人看，讓對這個愛心教育加藤邊教育啦，是講用電腦電腦嚟教你，還是用話嚟教你講，係一種讓用rasa 掉安怎？你家己看法上面，啱啱每隻少年嘅成每落地講，看伊看法上怎？爸母嗰是先成本好啦，落地講加執政驚都人 rasa 掉安怎？內行是無相嘅啦。我就係你有成個講先啦，講下，你看法是安怎呢？我感覺用電腦較好啊。你感覺用電腦個做咩事？你rasa掉用電腦個成功啊？家己呢？加 discipline 啊，加成個我寫詩嗰嘛，點用電腦好多啊。你會記起來嗬？你是不是？我rasa掉用電腦輸掉哈，我無插路，特別有啲人是輸較慢嘅，特別我看較濟人是你電腦輸掉一刀嗬。你只死人裏面你記到 forever 你記哦。我有時成個嘅電腦去安怎講？逃避。逃避。係好為嘛？除掉。除掉啊！是個速度較濟個啊。掉。你落地關呢？你rasa 一段電腦是係你個，你 feel 到得一種個 discipline 你本身呢？哇！寫depends on 幾回啦。寫嗰陣時，或是對嘅。寫嗰陣時，寫嗰陣時，囡仔你伊無咩明白你理由啦。你甲伊講安尼濟，對，你甲伊講啦。我說你是為你好，愛你會記，咱說伊嚟啊。然後較大嗰陣時無相咯，較大嗰陣時，你特別解釋互伊聽，正正講。蝦米事我説你哦，即個我説你是為了即個事是為你好，然後過來説啊，無説本是袂啦，我感覺到説是好誒。哦，你猜做咩事？你 feel 到講，若是講你無説嚟講啊，你解講理由嚟講，伊袂記嘅嚇，伊無接腦啊，是唔是？伊無接腦。所以你就 feel 到特別，我是 feel 到本啊，我是講 maybe 特別 combination， 我是特別你就看你囡仔本啊，或者人，有你囡仔你咁樣。你用話講咧嚇，伊目睭就跌嘅啊！
有啲囡仔咧，你無術，伊未接嘅就。所以我看特別看伊到時囡仔會 accept 到一個本，但是做先生只坎坷，你袂使講一個人術，一個人無術嘛。你做雙雙只物件，你要公平嘛。都唔對啊，所以變做現在有啲人，有啲囡仔是免術，你免條術 ，because 你在你免術你條術咧，伊會疤痕啊，伊會你 scar 就去，伊會深嘅就。特別深啊，真正深嘅就。然後所以有啲就變咗只坎坷，我 feel 到 maybe combination 啊，我 feel 到術是。physical 嘅物件是好路 ，physical 你就要聽的啊，你聽掉，你會記掉講當伊蝦米數，你就數啦。所以你拔到時候，fully 你會記者，驚講你數你聽嚟講，你使想到對嚟啦。我是較女啦，我是較就是無數，有時 try to 用講。啊，未數嘛要成鬧啊嚇！嚇，我嘅基本上是無數，點解就要成鬧一種嘅？我就係教做戲，我就教做戲。我係食貴食嘅，我係食貴食淡薄物件。嚇，介食講貴食。I think 介食嚇 ，I think 真濟人 misunderstand 講愛性教育是講無拍啊，無蝦米啊。But actually 是愛性教育是講伊 punishment 啊，唔是用拍 ，but you still I punish 伊。But 只 parents 只只是講是用成日講甲伊講理由啦，甲伊好好講啦。你看 actually 唔是的哦，伊 still 有 punishment 嘅，but 伊 punishment maybe 是法嘅辦法無相啊。嚇，無相呢，是講無拍呢。So maybe 講啊，你一擺啦，你寫錯誤嗬 ，OK， 我罰你寫20刀，安尼款。So that one also consider 是一個咯愛情教育咯嚇，愛情教育本 ，because 伊唔是用拍嘛，伊愛情教育是講賣拍呢，but you still 會 punish 伊 ，but you punish 係有人性淡薄啦。即係這邊嘅 punishment 性是成個你囡仔啦，是講細細漢囡仔啦，但係成個你做歹事時候嚇，你叫你去樣叫咩啊 ？time out， 即係邊個啊 ？time out 咧叫你去嗰邊徛掉還是？袂使做物件，佚佗呀！袂使佚佗，人佚佗時你袂使佚佗就罰人咯。安尼咯嚇。有啲班你無考啊嘛。特別我感覺到 still 無效咯，無效啊！我冇話翻做無效。無好咯，你都叫啦，無現在啲人成尋日啲人成就半開去，我感覺你是真蘇殺，真特別你特別有心，你特別有傷，你梗係學嘛？唔是咩？對咯。我嘛無變水去，你見啦，你一隻行跨規矩都就。你把刀嘛是被燒過咯，你個第二刀被做掉，無好掉，你其實都燒過。伊有時安尼款，伊有時安尼款，是講我感覺到 Malaysian 嘅無辦法，無效啦，你款做嗬 ，student still continue 做上嘅物件 mistake 嘛是上。你話我都是教咩？等人啊，是番哪等？等人有等，所以等人有等嗬，伊人較會大膽淡薄，我唔知 because of 蝦米啦，尤其是誒啥較down area 有等啊嗬，較歹死嘅喎，呢伊人無管亂做法，伊人啊少時安尼款，所以 sometimes 啊，嗰時愛有術本啊。我是用術了無理嘅，我術了嗬，術我一幫啊，我術加一間 asthma key 啊，就請驚我，that time 是我人家就請驚 ，so next time 是嗬，我當今無咩愛拍了 ，but still 本有啦，是講愛每一 condition 咯，你到底是有蝦米地，有病。都未夠你未好術㗎啦。不，I mean 講你直接學等啊，是有the first day，very first day 就成梅了然後再講到一個時我冇地。你學生有時聽到嚟講，就未來你學生就時行，你聽到嚟講就再講，不打時就講我有個下菇，個下菇，個咪菇，個紅菇。我就鬼走，伊特特即叫紅菇貼病。我咪再講，老實講，我是怕笑掉講，你講你愛情教育啦，你講咪學囡仔用嚟拍囡仔，咪用拍嚟學囡仔，嚟學囡仔啦。你是嗱實你講學你是學伊嘅人，還是掉學嘅人呢？我是感覺掉愛情教育是為了迄個掉學嘅人，特別你是愛情教育，每時就被 come from 迄個
發伊嘅人，但係你拍伊時你要想過，我當今真哪隻術咯，其實是蝦米目的？是我起航你做嘅物件咧，還是我術咯，互你辛苦聽在你巴刀嘅會記。然後其實講你術真哪人無想過，係一點成術，但係你是用起航來發伊嘅哪咯就，所以你物件可能無效去咯。你學生是想到講，哦，伊起我做唔到物件，伊起航伊拍我，伊唔是想講，我做唔到物件，伊想到伊心，伊當然要教我一個 lesson，所以要做我辛苦聽就好我會記嘅，看咗。So that's why 你 if 你係拍嚟講我，你淨係貴食講 because of 係咪你係拍伊咯？Then after 你拍了嗬，你特別解講，你係按照解過，你唔是 just 拍了嗬 ，OK， 你就是安尼款做錯了，但你係可以再講，你應該按照解過你 mistake 安尼款，較有效。所以伊個會再講嗬 ，next time 我應該按照做安尼款咯嚇，講。你捌成日起航啊？嗬，夾囡仔嚟出去哦。乜想過特別乜做過？講未做。Last time A 咯，當 game 卡未啊，當 game 卡看開啊 ，because of this year 我夾掉第一杯一班嘛 ，standard 6嘅第一杯一班，所以人就貴嘅你看到就頭 A 咯，等下我人 train 甲把去啊，嗬啊 ，OK 啦，亂嚇去亂啊，入邊，because 像你起航咧，可能講。你 sometimes 起航嘅時接佢班嘅位喎，嗬，接到阿妹班啊，嗬，你會佢較慘啊，但係但係特別 control 咧，走去一晚嘅會咪鬼故臭哇，你講你說你在經無人個，因為 that time 嘅時我差唔多係咪自敗就到 student 面頭前，我自啦嗬 ，stop 佢咯 ，stop 佢。OK， 等陣我會看你少年嘅學落地講啊，你啊，咱條學學生嘅物件落地講有叫佢講。我會講成有個先生樣學，見到本事就冇 special 辦法特別嘅。嚇，係咪事呢？我冇想辦法學人講我聽，next time 我係使用。你講啊？有一個我有一個先生啦，伊無教用對啦，伊特別。伊出名是伊發人是叫王咖喱的。Hello， 伊發人嘅名是叫王咖喱。伊名叫王咖喱啦，我學堂人嘅嘛，不要緊嘅。แล้ว你家己做錯咩嗬？你做錯咩嗬？伊就甲你講，馬仔你要做王咖喱啊！第一道你做錯，伊叫你做王咖喱，伊就叫你夾掉一個 T-shirt， 包掉你頭，แล้ว染了燒酒，徛了班嘅外口。做王咖喱 for 1/7，你做錯。แล้ว第一道是到班裏邊啦，第一道是到班裏邊，แล้ว第二道是你不是特別包了你頭你 BJ 體育嘅運動嘅衫，แล้ว染了燒酒徛了班外口，你個再做錯嗰一擺一排你去我人中途那邊有一個。時政嘅嘛，一排都徛喺面度，會見咗燒燒爆咗你頭，做網咖喱徛咗，貨之類。不 sorry， 我係再講，一人講。The teacher 是網咖喱嚟嘅。冇啦，伊是等人來啦，網咖喱乜都。等人來，咦？等學網咖喱看到嘛，真正無好安尼。哎呀，網咖喱乜在做了網咖喱，不，I think 伊是叫網咖喱是 because 伊夾來包頭時看到成個網咖喱 ，I don't think 是叫伊就叫做網咖喱，伊是夾伊想伊做碌古古怪怪就掉啊啦，夾燒酒啊，你係咪你看嚇？有你定當時叫人夾咗三八湯嘅，係到啲頭嘅啦。當然別使，一個別使啊，一條過嘅。哦，條過，你別使爆頭啊，是別使發人見仔做古古怪怪。別使夾面炒燒啊，你看擦掉啦，面你看當然別使啦。哦，你使夾你作話呢邊咯。尊嚴嘛，尊嚴。是嘛，別使人見仔掂掂。你咪成日攞經咯，愛陪聽是尊嚴聽順。哦，我會叫一道嘅時候，我是迄個有人打瞌睡你知哦。你我看到就。我叫伊嗬，開條喙袂使冚兩節。
解啊！叫我开嘴巴，你不要给我关嘴啊！跟你讲哈，2节。你記得呢個是到底流挪㗎啦，你我。吹打佢啊，流。吹打。你冇就講Titanic，啷會曉？Titanic 唔知喎，唔知上邊嚟。哇，超嘢就更加衰過咧。Titanic 上咧，我解釋個啷聽，伊是一個先生嗬，伊是即出名地方嘅港督嚟嚇，伊是法人啊叫Titanic嘅，但是你做咩物件哦？你 challenge 伊哦，伊講好 ，OK，你買我考慮分哦，會使，你教我做Titanic，就是講你放你手出來兩邊，徛了，了放5本你徛多一個手，但是你夾了20分鐘嗬，還是唔知幾分鐘啦，夾了20分鐘嗬，了。那是你夾到誒，你做到伊無考，你無事，你個學你50塊無？喲，喂，有人做到，有人會成功哦。有一個，我是聽講有一人做到，但係伊無可以50塊。安尼啊，好笑嘅先生。你無報就你看是唔是呢？我唔知，我冇看過，我是只高真。唔是，都冇一個手到倒邊，一個手入面伸出去。安尼啊。我本人開啊，你開啊！啊，成日第啲啊，你查某開手啊你啊！你打波攬掉嘛，查某開手嘛，第啲嘛。你先生就攬掉咯喎！我個成日嗰時嚟攬。你日頭先生攬。打波還是打波先生？打波啦，打波嘛，夠做乜鬼難事？我看先生引導是水嘅咯。你先生若是攏看在打波等，若是先生少年水水嘅看，但是講伊未發浪時講，但係你手舉起來，你先生抱住你後尾，哇！大人做錯嘅了。假錯咯，記咗啦。哎呀，死笑笑啊！我講一個，我72歲先生，唔是我係先生啊，我係先生啊。哦，伊是。先生啦，遐久是伊先生是甲穿白衫嘛，規個恤，3本白，下本白，了見了一件啦，行來行去，打波誒，伊這無見面，見了赤打波誒，穿白衫白褲誒，真型啊，了，了伊行吼，伊行來行去，伊一行過呢，到店了，伊個名是叫阿譚，70年代先生誒，因為伊是出名自閉人南派。哎呦，大佬。安尼人拍袂拔起來啊！你亂哦，你出聲哦，伊是到自閉落去，所以伊會行過，一直行過呢，silent 少，成搞到人成袂聽到，但係所謂來啊。有人自閉到對伊哦。安尼款係咩？冇人 complain 嘅咩？70年代嘛，有人講啊。70年代老是線嚟嘛。叮當先生冇啊，叮當先生做。這好啊，先生。我講聽我小學先生。我小學先生，我人一個教阿毛啦。伊若是你在寫 spelling 嘅時候，咪曉10條，你做唔對一條曉，你就掉嘅咋？你講好似你成掉你出10條嚟講，你 answer 掉5條，你就可以做掉5條咯。你是做咩2項物件在搞？冇3項，我幾項我講聽，伊 Q 你細本就係點啊？班你細本。班你細蚊5刀，但是你就是靠5分咧，就班你5刀咯。แล้ว阿無就是班你爸爸豬筆你把豬會配你咋，正啊？豬，即係把豬咧，把豬愛裂了，豬筆你把豬配呢就掉起來成個掉滿哈。แล้วก็另外一個就是哈，伊成碗嚟，成碗嚟。你。睇你入晒嚟入俾你嗌呢咧屌出嚟唔成個手。都聽好啊，你問做下年紀，等你直播做下看。特別哦，係啦，個係邊個？喂，先生嗰隻好嘅就，先生唔是講歹，伊唔是講隻赤咋，伊隻好嘅，特別隻悄悄講個悄，特別你做唔掂先，嚇來，做邊無插路嘅，隻悄悄咁搞到做邊你知哦。然後，咁樣諗變咗隻鏡。一個另外一種嘅是地讀嘅辦法，就是解慣地讀你卡扎哩。
黐咯我哋。你使啊讀劍。有你講你讀你就你啊，你開啊，你就咱卡定到玩讀冊時旅程，而家是 canvas 讀劍唔知是唔是啦，而家是 canvas basic 嘅嘢嘛，哇，讀到真正解啊，我不可以做邊我不招過。係咯，你破嘅，我講而家考幾多啦？嚟，跟落地講就會講。係咪？阿你ถาม咩阿ไป講แล้ว我下照邊能拍แล้วแล้วอี時我哋講啊嘛，落地講等陣 ，maybe 隻 episode 唔知 instead 又叫做我等，特別叫照邊能拍。OK， 嚟接到你講。伊唔是干那學生囝，普通學生囝爾，伊個是國學堂嘅籃球隊嘅。哦。拍籃球嘅，แล้วรู้ใจ他是中齡籃球400好了啊，有依家數。因為啷哦，shooting 嘅時候，那是 shoot 一粒未接哦，伊就過來準備對籃下者啊。耶！แล้วรู้ใจ中齡有兩個 team 嘅嘛，特登參加比賽，本是真好了嘅嘛，因為伊 train 緊你嘅แล้ว有中隊藍隊。加中隊紅隊，แล้ว攞你參加比賽嘅時候，到尾是直贏，แล้วรู้ใจ看到 final 嘅時發生咩事哦？final 嘅時，藍隊拍個紅隊嘛？哦，是啊，藍拍紅。厲害。藍拍紅。即唔是我係先生同我講嘅，我先生伊名有指備好笑嘅先生啊，伊同我講嘅，所以我感覺你唔知是唔是伊家己作出來啦，這個數。伊有影時間啦，對啦，但係唔知是唔是林拍。我哋成日講你嗰啲變腳嘅，嗰啲拍籃球嘅，是唔是林拍碰嘅咧？after 變腳。你嗌得大下呢嘛？你嗌得只搞還是林拍只等？等於，佢嘅實諗而家即係就出租啊！你看你係阿 John Muska，唔係啦，唔係啦，你想諗達啦，你想我是暑假 S&M 嘅，我是暑假 N 大把啦，我冇暑假人做俾我啦，我就是講暑假做俾我啦，冇啦，啲 N 豆嗰啲 ，N 豆買啦做俾我做俾你對晒啦，可能。因為講隻人豆嚟講就 OK 啦。我實做俾你，唔係做俾我，甜不呢？笑咩？啊，那冇得 S&M 啦，是不是個 S&M 嚟講嘛？是個咯。S&M， 啷個咧？范達係咩 M 啊 ？F&N。F&N， 哎呦，死潮小話而家咩表啊？即好潮本啦，講到你先生，即係學見啦，根本係講。而家先生款是只借，冇上款啊個啦嗱。學生上，對咯。真係佢badminton嘛？係咪嘅？badminton 就嘅 badminton。落地講，你要借幾把油？reason 你嗰個 reason 借佢 season。你要借佢把油掉，即是話冇人揾把油借佢啲油。冇得啦，講冇得啦。有啊。有對啦，無看大媽一年要出講學上樣。水嘛，你看，哎呦。小三嘛，好看到。我唔是，都大你個家嗬，你算是第三啦咯，你乜嚟計啦？冇，我唔是買山，我唔是買山，我是買背。重點。你大你係算是買山咯。我俾加山啊，我加山啊噶20本我就真歡喜。夠啦，特別啊，我特別對佢，我知我差唔多其實對啊咋，明年。是。哎呀，咪講啦，肯定你切而家一次佢講我後年。講笑，但切而家是講笑，我冷路呢問起行。冇人 sponsor 都咁後年啊，冇人 sponsor 都變牛大咧。我都冇接落來冇人 sponsor 我。都唔是你
你會慳接類嘅咩？接類卡嘴坑啊，接類。第四對。哦，我明年either 是9個月，還是10個月啦。哇，你估嗰一年個。特別因為我一個朋友教英嘅，就日本教英，所以我對佢伊個教英嘅日本嘅教英啦，所以我咪是either 即伊去嘅教英啊，對馬來西亞還是對馬來西亞咧去教英啦咯。哦，所以差唔多個10個月先，但是講人當然個聽掉，聽將10個月個聽掉嚟講，嗰時咧我就咱就使自己食。當然佢都係食好料啊！哎呦，我俾水一頂巴士考仔，咱去無上位食。所以我等人辦法。落地管只搞嘅。對咯，我係博嘅店。落地管做位導遊呀。冇問題。實整時係咪人都應該啲啊咩？是落地管炒了賣。落地管超賣好卡，伊卡拉 OK 是超賣。個超賣辦公。誒，十正經。冇啦，依家店就冇嘛。十正經，依家派時十正經，你家是講咩話誒，你家這裡落地管講咩話 Chinese 華語。華語，你家你厝人講咩話？華語本啊。華語本啊，什麼嚟？學緊尋英文㗎了，尋㗎了。哦，唔緊，你有啦，實到上個往時你出去時，甲朋友參嘅時有 feel 到 ，especially 到邊靚嘅時候 feel 到講，有時你無面有講學緊話，所以歹勢唔敢講哦。冇啊，就講啊。邊靚人講錯嘅。就講錯學人潮啦，哦。唔要緊啊！唔要緊啊！特別你學見講錯，學人潮千幾人聽，一個禮拜唔要緊人，你關事去啊！把刀出去至少講咩使啊？問講唔對，咁問講就抄人哋。就是好事啊！就是好事對。做人講錯人，我十正經嚟了。season 是，我你講咩 reason 就係佢 season 嚇。係嘛？落地講講。對。哎呀，咱要下尾個一間，咱要下尾十位，一直每人講個字教，因為咱要下尾十位。OK，咱就下尾先啦。伊講聽到9倍嘅人講9倍4倍，聽到9倍。咱講下面9倍包槍哦。5倍4。啊，9倍4喎，5倍4。5倍4 4倍5偷地殼。地殼，頭先你講咩啊？米地殼。米地殼大南趴。冇做咩啦嘛？你先生唔知道聽啊？你第一諗怕聽啊？冇咯？唔知啊，特別介是試嘅啦，冇試你就會啦。冇試 A B 講嘅咯，或者老人們聽啦嘅，你先大舊歌先聽嘛。誒，我俾再講下，我俾再講住，嗱，我俾鬧，俾聽看看，咱第一鬧邊啲學嘅聽講是幾歲啊？唔知啊。嚇！那是講到是邊啲學嘅聽講。你第一屆是幾歲呢？我第一屆咪揾馬咯。69歲。啊。OK。嗰個別人嘅爸母聽本嘛。別人嘅本是只想幫啊。啊，對，我唔知講，就是講人知。自卑去個搞個阿東。阿東本。ฉันต้องเสริมกุยเสียท็อปแต่ถ้าทิกเดียวอีกเงี้ยมันก็ชุด4 โมงกูแต่ก็哎呦，到爸爸，我未聽過，但是講人在講你爸，是你媽，是你講啦，有聽，我要聽 regularly 有聽啦，唔是講我頂多捌聽一擺啦，常常有聽，咱免講逐禮拜聽，常常有聽。你寫我就去我嘅website 邊咧福建.com 去你comment你寫看看你就有聽邊咧福建第一樓嘅人，你阿家是幾歲啦？我俾看看。你冇多領爸嘛？是唔是真老？冇講真老啦，我同伊看。我聽伊人講嘅咧，伊舊應該是80年代，無講就老啊啦。你別講你馬老，你講你馬水個少年，很幾使嘛？這聽。我馬個老個水。哈，咱就聽極少講我哋老一句。別啦，
老是你老是會是無法度誒，能冇走行啊 ？Go 嘛，計講。係咪嘅歌 ？Go，all is go。哦，老師劍老咗你嘛？係咪好啉？反正搞破呢。那就酒煮老嘅煮好了嘛？哦，酒老酒好啉。啊，了姜是老嘅辣。對，了。老嘅配個椒。你問一個激線啦，頂幾十塊。我嘛無插嘅，我嘛無插，我嘛講你俾Q 邊配哦。誒，你嘛唔是做先生咩？我嘛做先生咯，對。所以你嘛啊，有安怎發 student 咯？哦，等我想下先，我嘛無，我嘛講聽，我嘛是頂到細漢嘅時啊，一少年嘅時有術。有所以呢，我嘛是你 discipline 嘅先生嘛。哦，啊，咁時係時你嘛是教你小學下。我嘛無，我嘛無，我嘛教我爸媽教我啦，因為家己驚，所以排完去無上學堂嘅了。對。啊，伊講伊賣互我人感覺，就講說，那些人差嚟講，互人笑講你先生會驚，了別無路用。啊，是阮教嚟講，伊講哎呀教本是假啦，即是先生朋友會驚嚇，個了嚇，所以講買往去無上學堂，伊講你若是教你就教你家己談得來，但是你無教嚟講，你本命嘅講歹勢，講先生會驚咩？所以這是一樣嘅理由。但我你講唔係話咩？哦，我嘛，就是講我3個6倍，講我記唔掉。你我嘛是頂到少年就拍。我講你係我嘛免拍人嘅，我嘛係目睭啊，像laser。我嘛目睭像laser呢，我講聽一上路呢嗬。你看我特別我看一上嘅哪啦，到底係等你啊？一隻上我點解做看會做掉？Man 啊，你咩 X-Man 嚟啊？Zoom 啊，你講啊？笑死！你即係我未做，上路呢嗬，好呀見哪個了，無插頂到咧，我頂到最好笑。就是我係先我一個我諗去借名啦，借名時都就有嚟上架係較甚盛係嚟一段甚盛兩啲薄膠咯就，有時我嘛來啦，人借名我嘛用出借去借名時講，呢隻甚盛一隻大牌咧，大個頭，可能你甚盛講，哎呦我看到你先生來時看到你嘛來時，伊講我係個轉者，伊講。你30幾歲，30-40歲咧，就係講我看到你馬來西亞，這個身軀佢轉啫。驚嗰時老嘅咯。你所謂馬，有厲害哦。一波下面爬人，就是一面嚟講，一把就上路嘅嗬。哇！死一個身軀女嘅了起下成嘅了。你講你馬一把就是只大咯。嚇，或者馬就大了。because 我做唔到，但係我做唔到，我上班就4粒嚟講，我上人嚟講係有個50% discount。我冇啲白鏡啦，我冇啲白鏡，我請 contact lens 就是啊，本嚟安尼，student 會驚，因為 because 我白就大女嘅。哦，係你我抹上我抹就大粒，即係上女就係你驚。義理哦，感覺到。啊，你一樣係冇理路嘅。你上次學生個上都對你。上到佢係打伊啊，咁講。哇！你 OK， 你究竟咱點規正嘅死啊，講啊別了。估啊。係。OK，咱個開把你個寒嘅嗬。係咪嘅？刺激嘅數法講到嘅。哦，刺激嘅數，咱個物件講個嚇。咪講緊啦，等下嚕。咪講啦，阿豆啊講啦，幾有第二節啊？而家唔是只有影響 today。我不多要啊，我不多要啊。today 就有影響。我不多要，我去食，我去除位硬。哦，OK，去食，一邊去做工，但我去除食。你感謝各位聽眾收聽，講我哋特別嘅邊啊，無講兩句，佫靠一句嘅十正經啦嚇，感謝啦，做我哋嘅邊。講到死啊！係咪叫伊名叫十正經嘢？我名啦，見家裡啦。哦，伊名十正經呀。是，伊名叫十正經。OK。叫我名。落地館嘅朋友十正經，講兩句靠一句嘅，伊 discount 嘅。
offer，然後個落地鏡咯，落地鏡，啊唔係落地罐，我老話啊，個落地罐咯，老椒啦，別落地嘅，冇伊名上個落地哈，但是個一個啊，我人嘅即個第六件是對嚟，第六件點解是你講就係白行物件冇講啦嘛，啊真係冇咩想對嚟嘅。我是我大名未準，但係係個咋講本嚟不是背對係掉。啊，不當放個電腦嘛，擺。不當啷講啷 suggest 下去，嗰我朋友 suggest 個幾點啷未錄音幾點？啊，幾個數啊冇講咧嚇。幾個數冇講嘢咯。冇啊。不要 keep 啲燒掉，比如話我燒掉。喺最先嘅人嘛。啊，那冇喺你黐街住個 complain。黐街時我就咪冷，黐街時我是咪冷女啊？我同你講。都硬嘅事啊！都計按咗去插埋嚟，插個半時個插未掉。啊，那個都博攝啦，或者博攝啦，90塊。啷特班看到90塊，特班就隻輪係咪就兩咪就90塊咯，看到。啊！我講掉。50 ringgit RM 50，你先。哎呀，係咪？啊，冇嗱，我是講that day 嘅事，我聽到對係幾個數。我家己聽了，我會摸去，我會記哦。但係我聽到我家己 slow motion 嘅時候，我就喺啲笑，你真係好笑咧。我講話你扮嚇？一個部隊都真係笨笨，你看就個距離都就係。我有聽到那天咧好處。你知唔知？就是 because 定季節人講幾個數啊，後一季節是冇人加講去。我不打特別係時間講啊，一擺時間講啊。個幾季節先。是啊，是咩？我加講，我想講，我別個冇事。喲，咁數，你咪講啦。我唔食咁搞笑你講。係咪？買。講啦，拜都請。你拜，然後佢嚟絕對嚟笑聽，我人嘅邊啲學嘅只噃，冇可能誒你句子，然後就做到對句誒個數。然後咱感謝咱這個禮拜，咱講等嘅，咱這個是有咩等啊？不，就比南帕等。就比南帕等嘅話題，咱個禮拜嘅絕對嚟聽過，然後你若是要參加我人嘅錄音咧，你使去等邊啲學見嘅朋友去無辜隻一擺，無辜一擺，你使無辜去隻話邊啲學見.com 嘅朋友一擺，你話有錄音嘅時，我對 post 掉朋友，然後你就對要過去咧 forum 會寫你名，好話看就是會 join。然後若是你要做我特別嘅邊咧，你使到啲朋友去寫啦嚇。然後你個要聽咩話題咧，你要聽我人講無相嘅話題，你使去我 forum 嘅 suggest 就 forum 邊啲學見.com， 有去入面講。แล้ว即係你愛聽 live 嘅，你會聽 live 嘅即係 recording 咧，你就使到對嚟嗱我錄音嘅時，若是講你咪嚟做特別嘅片咧，你使到對嚟聽我人講嘅嘢，私人講個點幾正，成萬里長城嘅等。OK，嗱咁啊，嗱你大家再見啦，我感謝你discount 講多句減一句咩啊？10正件啦，落地罐啦，加第六件加微微娃娃感謝。拜拜。拜拜，禮拜再見。多謝兩位聽講，唔使講咩話題，等嚟當講句拜 ，Happy 啲拜拜呢？攰啊，攰啊咩？哦，對，攰啊，當然攰啊，攰啊。OK，拜。